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獨家村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深挖一個字，一個令到現代人集體失眠、焦慮甚至崩潰嘅字，就係急。你有冇發現而家打開手機，無論係碌 IG、睇 Facebook 定係喺 YouTube 撳片，周圍都係一啲好誇張、好刺激神經嘅標題，例如25歲靠副業財務自由，靠一隻幣翻咗100倍直接退休，月入3萬，點樣喺香港1年買到樓？睇完呢啲嘢，你第一個反應係咩？大部分人第一秒係羨慕，第二秒就係一種莫名其妙，好似窒息咁嘅壓力。你會諗，點解人哋咁快？我係咪好失敗？我哋每日都喺度焦慮，覺得自己賺錢太慢，儲錢太慢。呢種比較文化加上快餐資訊，令到我哋產生咗一種錯覺，覺得慢慢變富係一種無能。為咗追求嗰個快字，好多人去盲目炒股，甚至喺唔清唔楚嘅情況下借錢玩槓桿、玩期權，結果呢，快就快啦，通常係快啲輸晒個快。喺呢個瘋狂追求快嘅時代，我想同大家介紹呢本改變人生觀嘅書《慢富 Get Rich Slowly》。作者想話俾我哋知，其實慢先至係普通人最高級、最有效，亦係勝率最高嘅致富策略。今日呢條片會比較長，因為我想將入面嘅精華拆得好細，幫你徹底放低嗰種財富焦慮感。如果你正處於人生嘅迷惘期，覺得自己點追都追唔上身邊人，請你一定要耐心地聽完。首先，我哋要認清一個反直覺嘅現實。真正有效，能夠令你落袋平安嘅致富過程，其實係好悶、好無聊嘅。書入面講到一個核心觀念，財富嘅累積唔係線性，而係複利 （compound interest）。大家都聽過複利，甚至聽過佢係世界第8大奇蹟。但係點解現實中90%人都用唔到呢股力量？因為複利有一個非常陰險嘅特性，喺頭嗰幾年，甚至頭10年，佢個增長慢到你根本唔覺，甚至慢到你會懷疑人生。我哋嚟計一條數學題，假設你有2個人 A 同 B，A 係快富派，佢追求每年翻1倍，但因為風險太高，佢第一年賺100%，第二年輸50%，咁樣來回折騰。B 係慢富派，佢每年只係穩穩陣陣攞100%回報。頭3年 A 望住 B 會覺得你真係蠢，儲咁耐先得嗰幾萬蚊。但係20年後 B 嘅資產會因為複利嘅拐點出現，呈現爆炸式增長，而 A 仲喺度緊下一隻爆升股，戶口可能仲係起起伏伏。複利就好似種竹一樣，有一種竹喺頭4年入面，佢每年只係生3厘米，你會以為佢死咗，或者以為佢唔識大，但到咗第5年，佢會以每日30厘米嘅速度瘋狂咁衝，只需6個星期就可以生到15米高。其實喺頭嗰4年，佢唔係冇增長，佢係喺地底下面瘋狂扎根，建立一個龐大嘅根系。喺香港呢種焦慮更加嚴重，我哋習慣咗食快餐搭特快線，如果投資咗1年，個倉只係升咗幾千蚊，我哋會覺得，唉，慳埋啲錢都唔夠買個名牌袋，不如使咗佢算啦。作者強調，如果你投資嗰陣覺得好刺激，心跳加速，要日日望住個 app，咁你通常都係做緊錯誤嘅決定。真正有效嘅投資，應該好似睇住油漆慢慢乾，或者睇住公園啲草生長咁。如果你追求刺激，你應該去海洋公園或者拉斯維加斯，而唔係將你血汗錢放入市場搏命。慢富嘅第一個核心心態就係接受無聊。當你可以忍受資產慢慢增長，唔去追求嗰種一日翻倍嘅快感，你就已經贏咗出面一半嘅人。因為大部分人都係輸喺等唔切。講完心態，我哋講下實際操作。作者提出一個好殘酷但好真實嘅觀念：富有唔係睇你賺幾多，而係睇你留到幾多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成日話自己冇錢掙，覺得好焦慮。點解？因為佢哋跌入咗生活通脹 （lifestyle inflation） 嘅陷阱。呢個陷阱係咁樣運作嘅。當你月入2萬嘅時候，你搭巴士、食茶餐廳，用緊2年前嘅電話。當你月入加到3萬，你會覺得我咁辛苦，應該對自己好啲。於是你開始食 fine dining，換最新款嘅 iPhone。最後你月入加咗1萬，但你嘅生活開支亦都自動跟住加咗1萬，你個銀行戶口依然係0。慢富提倡一種叫自覺消費 （conscious spending），
呢個概念絕對唔係叫你做守財奴，每日食麵包皮。作者認為理財嘅目的唔係受苦，而係將資源放喺最重要嘅地方。我想大家喺度停一停，做2個獨家村專屬嘅練習。練習1，列出你嘅財富黑洞。你有冇一啲 subscription 係每個月扣緊錢，但你根本冇用過？例如過期嘅專會籍、已經唔睇嘅串流平台，或者為咗攞優惠而 join 嘅 app。呢啲每個月100-200蚊嘅支出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如果你將佢擺入複利計算機，30年落嚟，呢啲黑洞扣走咗你一架車嘅錢。練習2，執行48小時冷靜期。下次喺網上睇中一樣嘢，或者喺行街嗰陣想衝動消費，唔好即刻埋單，將件嘢擺入購物車，然後離開，俾自己48小時冷靜期。你會發現48小時之後，有80%嘅嘢你已經唔再想買。呢種延遲滿足嘅能力係致富最強大嘅武器。作者話，如果你唔識得管理1萬蚊，就算俾1000萬你最後都係會變窮人。我哋睇過好多頭獎得主幾年內就破產，原因就係佢哋個水箱係漏嘅。所以萬富的第一步唔係喺更多水，而係要整翻好你個漏水嘅水箱。你要記住，面子係世界上最貴嘅負債。如果你買一樣嘢係為咗俾人睇，咁你其實係將你嘅自由送咗俾人哋。當你整好咗個水箱，開始有錢，正啦。點樣令啲錢生錢？呢度係本書最實際，亦都係最令新手舒服嘅部分。作者唔建議我哋去揀單一股票，亦都唔建議我哋去預測市場 market timing。點解？我哋諗下，全世界有咁多專業投資者，佢哋受過頂尖教育，有超級電腦，但數據話俾我哋聽，連佢哋都未必贏到大市。我哋呢啲普通打工仔，憑咩覺得自己可以透過低買高賣嚟贏？佢建議嘅方法係3個關鍵詞：自動化、指數化、長期化。定期定額投資，無論個市係升定跌，每個月出糧嗰日，自動扣一筆錢入去買。呢個動作唔係為咗抓低位，而係為咗紀律。喺香港，最簡單嘅工具可能係盈富基金或者標普500 ETF， 例如 VOO， 減少決策次數。心理學家話，人嘅意志力同決策能力係會消耗嘅。如果你每次投資都要諗而家入唔入好呢？係咪高位啊？會唔會再跌多啲啊？你最後一定會做錯決定，因為你係人，你有恐懼同貪婪。自動化扣數就係將人性從投資入面攞走。長期持有 buy and hold， 作者心目中嘅投資期係以10年甚至20年為單位。佢有一句說話好深刻，我建議大家記低佢：投資嘅目的唔係要擊敗市場，而係要達到你嘅目標。你唔需要做股神，你只需要做一個有紀律嘅普通人。如果你每年有7到8%嘅穩定回報，10年、20年後嗰筆錢已經足夠令你過得好舒服。好多人之所以輸錢，係因為佢哋想喺1年內賺到10年嘅錢，結果欲速則不達。除咗講錢，呢本書仲有一個好重要，但好多人忽略咗嘅觀念，就係人力資本 （human capital）。如果你而家仲係年輕，或者戶口得幾萬蚊，我老實同你講，就算俾你捱到一隻升10倍嘅股，你都係得幾十萬。雖然好開心，但解決唔到你根本嘅人生問題。但如果你將時間同精力花喺提升自己嘅技能，令到你個月薪由2萬升到5萬或者8萬，呢個本金嘅增長以及隨之而嚟嘅複利效果，遠遠大過任何股票。所以喺萬富嘅過程入面，你一定要投資自己，持續學習。唔係叫你去考啲無謂嘅 cert，而係學啲市場需要嘅技能，例如外語、溝通、領導力或者新嘅科技工具。保持健康，呢個係最重要嘅福利。如果你60歲有1億，但要喺醫院過，咁呢1億係零價值。健康係所有財富前面個1冇咗健康，後面幾多個0都冇用。建立人脈。萬富唔係叫你孤軍作戰，建立一個高質量嘅朋友圈，有時一個資訊、一個機會，比你辛苦儲10年錢仲有效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讀完呢本書最大嘅感觸。好多人追求財富自由，係諗住以後唔使做，但萬富話俾我哋知，富有嘅真正意義其實係選擇權。係當你唔中意份工嘅時候，你可以有底氣咁辭職；係當屋企人需要你嘅時候，你可以隨時抽時間出嚟陪佢哋，而唔使擔心下個月冇飯開。慢慢變富，雖然聽落唔夠型，
唔夠刺激，冇得喺朋友面前吹噓，但佢係最踏實、最可以令你夜晚瞓得着覺嘅方法。當你唔再急住要發達，你會發現你對生活嘅掌控感翻咗嚟。你會發現原來快樂唔需要咁貴，自由唔需要咁遠。如果你都覺得最近好大壓力，好似追唔上身邊人咁，希望今日分享呢本書嘅內容可以幫你減下壓。記住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時鐘，人哋25歲買樓，唔代表你40歲先。財務自由就係失敗，慢慢嚟，比較快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有啟發，請你幫我撳個 like 同埋分享俾一個成日因為錢而焦慮嘅朋友。亦都歡迎喺留言區話，我知你覺得喺香港慢慢變富到底難唔難，或者分享一下你嘅自覺消費小撇步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